嗯，感觉不到灵力，他没有守护灵。是吗？这也不是坏事儿，也许他能过上正常的日子。进来吧。他好小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哥哥了。你要好好守护弟弟哦。守护弟弟，就像爸爸守护罗刹街吗？罗刹街有许多的亡灵，为了让他们不陷入黑暗，变成恶灵，就需要有镇魂将来守护这里的和平和安宁。这也是镇魂将的责任。责任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爱弟弟吗？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小小的、软软的。因为他是你的家人呐。这棵灵槐树是很久以前一位仙人种下的，是镇守冥界的结界之树。我们家族从诞生起就一直守护着这棵树，树上挂着的全是我们家族的名字。罗刹街对我们而言，不只是一条镇魂街。因为有灵槐树吗？因为罗刹街是我们的家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你爱我们，爱我们的家。我们在守护的是爱，这就是责任。爱就是责任。你看，曹彦斌和曹玄亮在一起了。因为你们是兄弟呀，所以你会守护弟弟的，对吧？对。是玉灵使寄来的信。这下可麻烦了，我们最好现在就去。可孩子们有哥哥在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天亮前就回来。爸爸妈妈，出去了吗？没事的，爸爸妈妈明天就回来了。可能被什么事儿给耽误了吧？你也饿了吗？好疼，爸爸！还没回来。不用担心，爸爸妈妈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。树挺漂亮的，就是房子老气了点。之前曹将军就住在这里，这条罗刹街被他管理的还不错。爸爸妈妈回来了。大人请放心，在我的管理下，会比之前更好。那就加油了。真没想到，传说中的罗刹街是我的了。你是谁啊？没大没小，我可是这条街的镇魂将。你骗人！不信？好吧。守护灵召唤！
少爷，请吩咐。把这个亡灵小鬼扔到山下去，也让这里的亡灵们明白罗刹街换主人了。是，少爷。可是爸爸妈妈还没回来。爸爸妈妈。少爷，此人身上虽有灵气，但并非亡灵。居然是个寂灵人。难道说曹将军是你爸？你认识我爸爸？你知道他和妈妈去哪儿了吗？鬼知道，我只听说他们扔下罗刹街不管，失踪了。所以御灵使才派我来到这里。爸爸才不会扔下罗刹街不管，他要守护这里，这是他的责任。责任这种东西只是累赘而已，就像你一样，明白吗？你爸妈不要你了。不可能，爱就是责任，爸爸妈妈一定会回来的。眼睛。是，少爷。不要碰我弟弟！原来还有个弟弟，要是把你们都交给鬼符三通，等于一下子就发掘了2个寂灵人，兴许还能讨个奖赏。放开我！少爷，哎，这孩子身上没有灵力。凡人，没想到曹家还有这种没用的后代。扔出罗刹街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凡人不能进入镇魂街，我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可是我弟弟还那么小，你把他一个人扔到人界，他会饿死的。那你就好好感谢你那还没觉醒的守护灵，让你还不至于被扔到人界喂野狗。开门！把门打开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不要和我弟弟分开！别那么悲观，如果你能努力修炼，当上镇魂将，也许能在镇魂街和你弟弟的魂魄再见也说不定。不要！见到将军为什么还会下跪？罗刹街这么没规矩吗？我是新来的镇魂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都得听我的命令。我是个喜欢按规矩办事的人。之前的罗刹街太没有规矩了。作为亡灵，就是该被寂灵人踩在脚下，做牛做马。这就是我的规矩。少爷，这样恐怕会滋生恶灵。没有恶灵的镇魂街，还要镇魂将干嘛？弟弟，这就是罗刹街的出口，终于可以安静了。没有灵力的人是没办法自己出入这个结界的。来，把它给我。什么？居然逃出来了！怎么办到的？少爷，您看，烧起来了！你居然……小疯子，你不怕被烧死吗？我答应过爸爸要守护弟弟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，要是出了镇魂街，你也活不下去。你们到了人界，就是野狗嘴里的肉。你弟弟的事我也没办法，让你留下来，是因为你是寂灵人，能够去死魂岛学习怎么控制自己的守护灵，将来还能当上镇魂将，守护你自己的镇魂街。饿死街头和出人头地，你自己选。这小鬼！不怕，有哥哥在，我们不会分开的，因为我们是兄弟。别磨蹭，动作都快点儿！垃圾船就要到了。
老板今天心情很差哦。货快过期了还没卖出去，赔了呗。扔了多浪费啊！给我们呀！别找妈了，赶紧搬。哦。找到了！哎，把东西放下！又是你这个小鬼！还跑！抓住他！算了吧，反正都是要扔的东西了。什么算了？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再不给点教训，下次就投到店里去了。得把他抓回来。跑都跑了，上哪儿抓去啊？这个小鬼是最近才流窜到我们这儿的，好像就躲在罗刹街过去的那条桥下面。原来还有个小的呀！嗨，我叫阿达。阿达！等一下，我不是来抓你们的，因为我觉得拿走别人不要的东西，算不上偷。曹彦斌和曹玄亮，奇怪的小鬼，你们的爸妈呢？出远门了。是不要你们了吧？才不是，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别生气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那么，你打算就这么和你弟弟躲在桥洞里？等爸爸妈妈一回来，我们就回家。可是你连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听着，小鬼。其实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可以让你们兄弟俩吃穿不愁，至少比在这里挨饿受冻要强。要去吗？离罗刹街远吗？不近。不去。奇怪的小鬼。好吧，如果你想通了，再过来找我吧。只是不要再去超市偷东西了，被老板发现的话，我就惨了。这是我的地盘，不许再来了！听见没？滚！走开！别过来！臭小鬼，你又来了！下次再敢来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好惨呐！哎，惨什么呀？都是假的。这2个小鬼经常在这里晃，肯定是团伙。不饿吗？发烧了，天这么冷，怎么不多穿点？为了要钱也太拼了吧！求求你，救救我弟弟吧！去把你家大人叫来，把医药费给了。我爸爸妈妈还没回家。别骗人了，我知道你们平时都在罗刹街那要饭，肯定有大人带着吧？阿达，带我去吧！啊？去哪儿啊？那个可以吃饱穿暖的地方，带我去！我弟弟快冻死了！弟弟，没事了，马上就能去一个能吃饱穿暖的地方了。
来，洗得干干净净的。我弟弟呢？我弟弟怎么样了？没事的，趁热吃啊。我弟弟呢？没管没管，没事没事。怎么只有一半儿？小了那个病了，病了就治啊。太小了不好治，容易死。那怎么办？扔了呗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要扔掉什么东西？小鬼，还记得你之前在超市偷东西吗？拿走别人不要的东西算不上偷。没错，拿。但你在拿的时候，只会拿那些还没有坏的，对吧？他们也不想要坏的，所以他们只买你。是买我？你这个骗子！我和弟弟才不是你的东西，你凭什么卖我？你自己也说了呀，拿走别人不要的东西，算不上偷。放开我！求求你，放开我！只要你听话，就不用挨打了，还能有新衣服、新玩具，中不中？不，我要去找弟弟。没见过恁倔的，接着打，打老实再说。弟弟，救救我弟弟！还打不？听好了，你弟弟活不了了。今天外面恁冷，他熬不过去。你比他运气好，只要听话，就能有新衣服、新玩具。到时候再帮你找个新家，新的爸爸妈妈。你要好好守护弟弟哦。不要！不要！这鳖孙孩子，闭嘴！我不要！闭嘴！动不了了！我不需要新衣服、新玩具，我不需要新的爸爸妈妈。我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家，我要守护我的弟弟。鬼呀！这钱真好赚。我弟弟呢？给我弟弟治病，我有钱。你就是我的守护灵吗？是的，主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末将于禁，愿为曹家世代赴汤蹈火。我发誓，我不要再和弟弟分开，不会再让他受伤了。于禁领命。真的。
呀，我才是受害者！贼喊抓贼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当时我在罗刹街附近逛街，想随便买点什么。阿姨，我要那个，谢谢。然后又遇到了个小学生，我就扶他过马路，学雷锋助人为乐嘛。快把钱给我拿出来！谁呀？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个小孩，用石头扔我。喂，坏蛋！要欺负人也找个和你个子差不多的呀！我当然不会跟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了。小屁孩敢打我，找死啊！啊！结果，那个小屁孩的哥哥过来了。那是他哥打的你喽？不，还不是。守护灵召唤！他哥还带来一个牛高马大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我才是受害者啊！又是那2个小子。哇，原来小学生这么有钱啊！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小学啊？来，睡午觉了。哦。宝贝，宝贝，闭上眼，别害怕黑天，我会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学会勇敢。哥哥，为什么每次我睡觉，你都唱这首歌？不喜欢啊？喜欢。这是我小时候妈妈哄我睡觉时唱的。妈妈长什么样？很漂亮。爸爸长得很威武。啊，比哥哥还威武。爸爸可是镇魂将。哥哥也有守护灵，也可以当镇魂将。守护灵召唤！我只想在一个地方当镇魂将，那就是我们家。罗刹街的另一边。可我没有灵力，过不去。好想看看哦，哥哥嘴里一直说着的我们的家。真的很想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去吧。啊，我能过去？和你出来的时候一样，用我的灵力带你就行。哦耶！我们要回家了，回去见爸爸妈妈了。主公，真的要回去吗？我一直在想，也许爸爸妈妈已经回去了，只是不知道我们逃到了人界。也许他们也在着急找我们。不，他们一定很着急。可万一遇到危险，不是还有你吗？末将定当，鞠躬尽瘁。4年了。连个人都没有。镇魂街只会有亡灵。哦，连个鬼都没有。是恶灵！主公小心，不同于人界那些流氓，哪怕是普通的恶灵，战斗力也很强。那，你打得过吗？喂，坏蛋！要欺负我也找个和你个子差不多的哟。打得过。笨蛋，很危险。很勇敢。你没事吧？哑巴，看好我弟弟。
不是，是个小孩儿，被一个小孩儿打倒了。没错，那个小孩是个寄灵人。哦，他是不是还带着个弟弟？是的。看样子是老朋友回来了，咱们应该请鬼符三通来一趟了。有人类闯入罗刹街了，这违反了领域的规定。奉卢将军之命，彻底清查罗刹街。哥哥，就这么走了吗？我想守护的是我们的家，但现在这条罗刹街早就不是原来的罗刹街了。这群奴隶里面一定有人见到过，一定要问出来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我受不了这里根本不是我们的家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去找爸爸妈妈。找到他们，就算找到家了。好久不见，居然长这么大了，活得很好嘛！啊，连守护灵都能召唤了。躲起来！没想到这么小就学会了召唤守护灵，把你献给鬼符三通的话，一定大有奖赏。你以前没有抓到我，这次也抓不到。有了守护灵，人也变拽了嘛。可守护灵和守护灵之间也是有差别的。主公，此人灵力不可小视。召唤燕青。少爷，请吩咐。给那个小鬼上一课，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守护灵。遵命。怎么会这么强？是你太弱，但是如果你能从死魂岛活着出来，倒是能变强不少。到那个时候再来挑战我喽。主公，都怪属下无能。我才不要去！放开我！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！放开我！我要弟弟！我要回家！一点都没有长大。长着和你一样恶心的大人吗？那我宁愿去死。人一定会长大的，你越抗拒，就越孤独。一家团圆这么可笑的梦，你还要做到什么时候？直到爸爸妈妈回来。人长大了，就变得特别喜欢浇灭别人的梦想。你知道吗？玉灵使最近才刚刚发布了一封离年信，信里主要说到一个叫黄甫龙斗的人被通缉的事。在信的末尾，提到了他被通缉的各种原因，其中之一就是涉嫌谋杀了你的爸爸和妈妈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爸妈已经死了。没想到曹将军还有个儿子。大人，是2个。哦，那另一个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是谁？哦，不是机灵人啊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你加油。燕青，那个小鬼没有灵力，出不了罗刹界，去把他给我找出来。遵命。啊，姐姐。嘘。
不许停，继续。想要成为镇魂将，就要不断的强化自己。守护灵的能力和个人的能力是相互的，守护灵能让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，个人的精进也能让守护灵得到成长。身体、精神、魄力，突破内心的界限，将3种感知力集中。你们要寻找到平静的感觉。哦，不错，可比起你哥哥还是差了点儿。哦，来新人了呀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哼，这下又有好戏看。嘿，这次要不要打赌啊？是赌谁先哭还是谁先逃啊？曹将军，在这里，不管出生多么显赫，最后还是得靠自己的能力，没人能帮得上忙。那么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哈哈，看呐，一堆小鲜肉。老规矩，现在下注。惨不忍睹，看上去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估计待会儿都得吓哭。小鬼们，欢迎来到死魂岛。一旦踏上这座岛，就意味着2件事：一，你们都是被御灵石选中，成为镇魂将的候选人；二，这也是你们唯一的出路，因为你们的父母已经死了，你们都是孤儿。下面，我就告诉你们这座死魂岛的规矩。啊，这就开始了，太菜了吧！我赌他们在听完这里的规矩后，没一个敢逃的。我赌那个，你看，他都发抖了。我赌他第一个哭出声来。在18岁之前，你们都得在这里接受训练。如果在成年之后还没能达到要求，我们会用灵力消除你们在这里的记忆，把你们送回人界。哦，他要哭出来了，要哭出来了！我赢了！哈哈哈哈！你输了。啊！你也输了，有意思。忘了告诉你们，死魂岛所在的海域有点特别，不管是什么东西掉进水里，都只会往下沉。不管你的水性有多好，都没办法游出去。所以别想着能逃跑。从古至今，只有2种办法能让你们走出死魂岛：要么成为镇魂将，要么在18岁的时候被洗掉记忆，扔回人界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自死魂岛存在以来，就没逃出去过一个人。祝你们在死魂岛度过一个愉快的童年。哼，小鬼，知不知道你害我输得很惨啊？怪我喽！哼，你很拽啊！别跟他废话了。嘿，啊，这个动作是守护灵召唤，于禁。有病啊！什么都不懂，还在这装帅。为什么？原来你已经学会召唤守护灵了呀，难怪这么嚣张。可是，死魂岛周围的礁石都是用锁魂石做的，这个岛变成了天然的枫叶，在这里是没办法召唤的。没了守护灵帮忙就拽不起来了吧？是不是还想逃出去啊？我告诉你，除了教官说的那2种办法，还有一种能离开死魂岛哦。什么办法？告诉我！那就是被我们打死，然后变成亡灵离开。那样的话，你们3个也会受到处分吧？
考虑到你们的年纪，应该会直接洗脑，然后扔回人界。滚开！这里没你事。刘玉婵，你们就这么喜欢欺负新人吗？还没戏剧教训？那次是意外，现在你哥已经走了，没人罩着你了。我哥罩着我，所以你们觉得我打不过你们了？不止一个。为什么？对了，之前就有传闻，这小子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百年难遇的天才。无神区，传说是真的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嗨，刚才的召唤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不用谢，我没有在谢你，不用你帮忙，我也能打倒他们。刚才你为什么能召唤？我叫刘雨婵，刘备的刘哦。你叫什么？不关你的事，我问你召唤的事儿。他们说你是曹将军的儿子，所以你姓曹喽，曹操的曹吧？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为什么想逃跑啊？算了，看来你什么都不会说。我帮你吧。哦，帮你逃出去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刘雨婵，刘备的刘。又有人变恶鬼了！快救救我们！你是卢将军的部下不是吗？快救救我们啊！姐姐，你担心你也会变？姐姐这么温柔，一定不会变的。哥哥不在，还有我。你不用害怕，我不怕恶鬼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武神区，解释起来挺麻烦的。大概就是能同时拥有2个以上的守护灵之类的吧？是在这里修炼出来的吗？不，这个修炼不出来，就是一种特殊的体质，好像和什么 NBA 有关。你说的是 DNA 吧？差不多啦。你呢？为什么那么想逃走？我不得已把弟弟留在了一个危险的地方，我必须回去救他。可怜的弟弟。喂，谁啊？哦，现在怎么办？跑啊！你们先住！我们干嘛要往最高的地方跑啊？这是我的一个猜想，需要一名志愿者来做实验。我？你想回去，而且不怕死，对吧？对。那就对啦。我们到头了。好了，从这里跳下去，跳得越远越好。跳下去？你耍我？信不信由你。不过你要抓紧时间，如果被教官抓住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这样你就得花上很多年才能从这里出去。开什么玩笑？也不一定。你现在是曹家的当家嘛，万一你也是的话，加上我，还有我哥，有意思了。喂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好吧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什么？跳下去了？是的。喂，你现在所在的是死魂岛最高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从这里跳出去，借助高度的优势，你就能掉进深海区，而且借助重力加速度，你下沉的速度会更大。这样，你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到达这片大海的底部。而我的猜想就是，这片大海的底部才是真正的海面。颠倒过来的吗？没错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。如果我错了，那你就会死在海底。这样，你还敢吗？所以，这是自死魂岛存在以来第一次。是的，这是
死魂岛存在以来，第一次逃离世界。这件事一定要保密。这个世界对你我而言太小了，曹当家的，我们以后一定还会再见的。陆将军，这是新的一批恶灵，真不少啊！可谁才是里面最强的呢？把他们都松开！我只想让最强的人成为我的部下，所以你们当中谁能战斗到最后，谁就能加入我们。开始吧。冠军诞生了。守护灵召唤！少爷，最近的恶灵越来越凶了。放心，再怎么凶也只是恶灵而已，和你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我担心的并不是这个，而是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可不管在哪个世界，弱者都是强者的奴隶。就算时代不同，改变的也只是奴役的方式。在镇魂街，这种方式最直接，而且我们奴役的越狠，就越强大。这里对弱者而言是地狱，对我们而言是天堂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。果然还有漏网之鱼，全都跟我走！快点，快点！别过去！姐姐，嘿嘿，利索点，快点，快点走！终于走了，又度过了一天。有什么用呢？这样下去，早晚都会被抓到。快别这么想，这么绝望的话会变成恶灵的。啊，对，一定还会有希望。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，那个卢将军早晚会被换掉，下一个镇魂将也许会对我们好点儿。这个孩子是个人类吧？你打算一直带着他吗？在哥哥回来之前，就由我来保护姐姐。是个不小的负担呢，会害你也被抓的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哥哥救过你？我看你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，你也不想变成恶灵，对吧？姐姐最温柔了，她才不会变成恶灵。也许现在的罗刹街，温柔已经变成罪过了。还没有找到，罗刹街全是亡灵，要找一个人类小孩就这么难吗？将军息怒我。我太失望了，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到。我看你也算不上什么强者。不要啊！这件事就交给你了，别让我失望，冠军。遵命，少爷。一个小孩子不可能独自一人在罗刹街活下来。我想，他已经不在了。还是不要再找了。不，他不是机灵人，出不了罗刹街。就算是死了，也会有尸体吧？要么是有人在帮他。不会是他哥哥。从来就没有人逃出过死魂岛，说不定他哥哥已经死了。
坠落间的燃烧，失去了期盼，我困惑也无力，无声无息，只剩下了呼吸。尽管命运抛弃了我，时间与我擦肩而过，我知道生命的光芒会照亮倔强的翅膀。我对天空大声地说，我不再是从前的我，忘记了所有的伤痛，拥抱着自由去远航。海浪带走我的呼唤，黑夜吞没我的不安，凛冽的风，撕裂的痛，只要我起来，振作起来，让暴雨袭来，海阔天空。终于快到了，马上就能找到弟弟了。主公，这次一定要小心呐！你们几个应该见过曹家的小鬼，对吧？我不能，可是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一个女孩亡灵带着他，在南边被废弃的那栋建筑里。果然还是老人家更懂事。去吧，把他抓回来。是，少爷，还是我去吧。不，你就留在我身边。我们这样出卖别人，不就和恶灵一样了吗？人总有一死，没必要为了一个还没死的人牺牲更多了。没过多久，变化就这么大了。变得更加腐烂了，不知道弟弟现在怎么样。找到了，卢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许你们伤害姐姐！作为帮助人类的奖励，我们当然不只是伤害她。我不许你们伤害姐姐！召唤！吓我一跳，结果是光打雷不下雨。可恶！姐姐，如果我有哥哥那么强的话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如果，这里是弱肉强食的镇魂街，只有力量。不可能啊！卢将军说你不可能回来的。抱歉，让你们失望了。于禁。是，主公。对不起，哥哥回来晚了。哥哥，你走以后，我没哭过，我也没闹过，我一直有乖乖的听姐姐的话。姐姐？那个哑巴，原来是他照顾了你啊！我也有保护他，真勇敢。于禁，你变强了。因为主公你也变强了。姐姐，哥哥回来了，我说过了吧，哥哥一定会回来的，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，我们会保护姐姐的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
姐姐，离他远点！啊！于心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？于禁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姐姐？她已经变成恶灵了。才不会，姐姐最温柔了。于禁，你干嘛？啊！看吧，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不要！我不要姐姐变成恶灵。你不在的时候，都是姐姐在陪着我。她给我吃的，哄我睡觉。别人都讨厌我，只有姐姐喜欢我。她就和哥哥一样喜欢我。我不要姐姐变坏。对不起，姐姐不坏，让于禁放了姐姐。对不起，哥哥回来晚了。于禁，放了姐姐！放开！我让你放开！主公，如何是好？我不知道。亡灵能拥有生前的记忆和智慧，是因为心中还有希望。变成恶灵，就意味着他已经完全绝望了。还能再变回来吗？在他放弃希望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灵魂。现在的他，只剩下无尽的仇恨和欲望。那送他一程吧。什么？不可以！你自己看到了，他已经变不回来了。我不管！我不许你们伤害姐姐！放开他！于禁，你听到了？啊，主公，放开他。可是他现在……我说，放开他。遵命。姐姐，姐姐不怕，有我在，哥哥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发过誓要保护好姐姐的。啊，姐姐，是我，是不要，哥哥，于禁。救我！好。对不起，我也发过誓要保护你。于禁，动手。是，主公。这是唯一的办法，对吧？如果是灵力强一点的亡灵，就算变成了恶灵，也还能通过恐惧和仇恨来加以控制，因为还保留了一丝意识。可这位姑娘本来就很柔弱，在这条罗刹街，连柔弱也变成罪过了吗？主公，并非是因为罗刹街。我知道。回来了。是的，少爷。
这两个小鬼可真难缠。少爷，你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这两个孩子呢？我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残酷。镇魂街可不是他们的游乐场，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，不是吗？少爷，小心不要着凉。去吧，这次一定要抓到他们。你亲自去。是，少爷。姐姐，直到最后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他存在过的一切痕迹，只剩下了这朵花和我们的回忆。花早晚会凋谢，记忆最终也会消散。连名字都没有的话，祭奠也会变得没有意义。是他的温柔害了自己，我们就叫她小柔吧。小柔姐姐，不要哭了。别碰我！弟弟，不准你这么叫我！你不配做我的哥哥！我讨厌你！我讨厌于禁！我讨厌纪灵人！我讨厌守护灵！少主，你们凭什么决定谁好谁坏？你们凭什么决定谁生谁死？就因为你比小柔姐姐强，你就可以杀掉她吗？我也要变强！就算不是纪灵人，就算没有守护灵，我也要变强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超越你。我要给小柔姐姐报仇，我要打倒你。好啊，来超越我呀！害死小柔的是她的温柔，也是我们的弱小。如果在这里，弱小也是罪，那就只能用拳头来洗净我们犯下的罪孽。为了我们各自要打倒的敌人，我们都要变得更强大。来吧，修炼吧，让我们变得更强。我一定会打倒你的。如果没有经历狂风的磨难，他还又将如何掀起波澜？离开洛差街了。以你的能力，不可能追不上他们吧？我赶到的时候，他们刚好走出结界。我虽想追上去，但作为守护灵，在人间出现，怕是不合规矩。切，这两个小鬼，命还真大。少爷，依我之见，那个哥哥只是回来找弟弟的，现在人已经找到了，他们应该不会再回来了。说的也是，他们要是还敢回来，就是脑子有问题。你还会带我回来的，对吧？变强以后，把一切都夺回来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。炽热的光亮在远空中闪耀，那是流星坠落前的燃烧。失去了期盼，我困惑也无力，无声无息，只剩下了呼吸。尽管命运抛弃了我，时间与我擦肩而过。我知道生命的光芒会照亮倔强的翅膀。我对天空大声地说，我不再是从前的我，忘记了所有的伤痛，拥抱着自由去远航。海浪带走我的呼唤，黑夜吞没我的不安，凛冽
前方的波浪，一如既往的澎湃。我不愿用一生的时间来等待，飞越天空去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从没放弃那卑微却又执着的梦，从未忘记将宝贝不折失落的穿越黑暗的海峡边，替离场的代价再也不会感到害怕。我心碎在。少爷，今天还是不修炼吗？燕青，大家玩的正嗨，不要这么扫兴好不好？我怕少爷长久不修炼，误了功夫。怕什么？别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来罗刹街。我可是这里的镇魂将，放松了。是，少爷。还没变成恶灵啊！你滚！给我！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！还没变成恶灵啊！这是我见过坚持最久的亡灵了。再来一轮吧！太过分了！别管了，我们都自身难保，管不了了。再来一轮！你谁呀？那个小孩，难道是你回来了？滚！曹家的小鬼，什么意思啊？只是一个小孩而已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拦得晚，不知道这个小鬼是纪灵人呐！啊，他有守护灵。守护灵，3个渣子而已，需要吗？光靠体术就这么强？去告诉你们将军，罗刹街的主人回来了。曹将军的儿子回来了！曹将军的儿子回来了！什么？回来了？曹将军的儿子回来挑战卢将军了！有救了！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动，不许再让他们逃掉了。我们有希望了！快！给回上去！快点，师兄好了！快点，跟上！全军覆没了，几年不见，你果然变强了不少。哼，这些只是甜点，你才是主菜。只不过打倒了几个恶灵就这么嚣张，作为纪灵人，你还差得远。守护灵，召唤！纪灵人，很了不起吗？少爷，这个小孩，把他留给我。怎么又来一个人？这是谁啊？谁啊？守护灵的战斗力和恶灵不在一个层次，你先让开，弟弟。弟弟，居然是弟弟。那也对啊，小孩子的个子长得快。少爷，弟弟身为普通人，都能打倒这么多恶灵，那哥哥的实力……切，别废话，你不是来挑战我的吗？我就让你再输一次。燕青，上！于禁，好久不见，力量好大啊！连召唤师都没做就……召唤师，那是针对你们这种初学者才用的东西。作为纪灵人，你还差得远。既然你这么弱，就没有资格成为这里的镇魂将。少嚣张了！镇魂将可是由灵域委派的。灵域什么的，跟我没关系。
这条罗刹街是我家的，你现在就从我家滚出去！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个小鬼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小柔姐姐，我回来了，我变强了，但是还不够。我要给你报仇，就要成为最强的人，让所有人都怕我，这样你就不用再害怕了。滚吧，滚出罗刹街！你们已经输了。不可能！太好了，好厉害啊！陆将军被打倒了，我们有救了。弟弟，我们回家。可恶，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这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少爷，这4年我们也疏于修炼。你是在怪我了？不敢。我们拥有罗刹街，为什么还要修炼？这2个小鬼根本不懂罗刹街真正的价值。这棵树还在，可惜已经枯了。你看，这上面还挂着我们的名字。为什么是挂在一起啊？因为我们是兄弟啊。去，房子是烧掉之后重新修的，已经完全不认识了。真难看。为什么我家房子会被烧掉啊？这个嘛，那时候情况有点特殊。你们这2个小鬼，离我的房子远点！不是已经叫你滚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我是罗刹街的镇魂将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这里是我们家。看样子还得再战一轮。你们已经输了，还赖在这里不走，脸皮真厚。那这次就让我和你们打吧。居然小看我！怎么害怕了？弟弟，别胡闹，他毕竟是纪灵人。纪灵人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如果连他都打不过，我还怎么打败你？那，你小心一点哦。主公，真的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刚才交手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弱，或者说，是我们现在变强了。末将还是觉得不放心。够了！别看不起人了，什么都不懂的小鬼，每天只知道哭着要回家，家算什么？这条罗刹街真正宝贵的是这棵灵槐树。这棵灵槐也是我们家世代守护的。守护？浪费资源！你干嘛？灵槐树不是用来守护的，相反，它才是我的守护神。啊，不好！吃树干嘛？是不是被打傻了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？糟了，看来他知道灵槐树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灵槐树可以吸收天地灵气，转为自身的能量。如果这种能量被纪灵人吸收，就会灵力大增。还有这种事？可惜，灵槐树在镇魂街是极其稀有的树种，
这世间仅此一颗，所以我才会想要在这里做镇魂将。只要有这颗灵怀树在，就没人能打得倒我。你这是作弊！醒一醒吧，小鬼！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。眼睛。主公，走！啊，快走！主公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下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吧？居然能变得这么强！靠着吃灵环术变强，算什么本事？只有胜利的一方才能定义对和错。现实世界就是这样，为了能达到目的，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。这不公平！还是这么幼稚。如果是一场公平的战斗，那得多无聊啊！燕青，上！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趣，就是因为存在不公平。有人长得高，就有人长得矮；有人位高权重，就有人卑微贫贱。你生下来就是纪灵人，而你弟弟却连自己出入镇魂街都做不到。主公，公平，只是个笑话。你现在已经遍体鳞伤了，我却还是毫发无损，这也不公平。主公，你之前不是很拽吗？你不是要夺回罗刹街吗？你不是让我滚出去吗？之前的气势去哪儿了？来呀，打我呀！嗯，还不放弃吗？我才不要收回你这种讨厌的人！主公，我也最讨厌你这样的小鬼了，自以为是，好像只要不放弃就能改变这个世界。我告诉你，弱肉强食就是这个世界的规矩，没人能改变。等你死了，再好好教你。少主，少爷，为什么要逃？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弟弟，你救了我。我才不想救你，只是要打败你的人必须是我，所以在我打败你之前，你不可以输。少爷，你灵怀之真是个好东西，一点痛都感觉不到，连个擦伤都没有。那两个孩子，我已经玩腻了，去杀掉他们吧。是。燕青，让所有的恶灵一起追。以那兄弟俩现在的能力，恶灵早已经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了。普通的恶灵当然没有。少爷，你的意思是？可我们有灵怀之了。少爷，万万不可啊！少爷，灵怀之的灵力太强，如果让恶灵吸收了，会无法控制的。不用担心，反正又不会比我们强。来吧，让我们玩得更尽兴一些！
快到了，只要出了罗刹街，你和主公就安全了。他们照样可以追到人界，难道我们要一直逃下去？不会的，根据灵域的规定，所有的恶灵、普通的亡灵和守护灵都不允许走出镇魂界。一直都在逃，一直都在逃。怎么了？难道是？找到了！他居然……小心！为什么连恶灵也变强了？没想到，他们居然敢让恶灵也吃下灵怀枝！什么？这两个小鬼呢？我要扒了他们的皮！力量，无穷无尽的力量！为什么连普通的亡灵也忘记？一定是因为灵怀枝的力量，将他们内心的暴力和邪恶也放大了。已经完全杀红眼了。这里越来越危险了。快，我先带你出去。我不走了，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。弟弟，不要叫我弟弟。有力量的时候耀武扬威，打不过的时候就夹起尾巴逃跑。小柔姐姐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不逃跑？你不是祭灵人吗？你不是有守护灵吗？你有本事杀小柔姐姐，你倒是和那些恶灵打呀！少主，主公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小柔姑娘她……小柔姐姐，就算是一点力量都没有，还要努力的保护我。找到了，他们在这儿！主公，我们出去再说。我要保护你的安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要别人来保护我了。我再也不要别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。我要留下，保护这些亡灵，守护罗刹街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以你现在的能力，你还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，所以肯定我也做不到吗？就因为我不是祭灵人，所以就不可能比你强。你也好，那个姓卢的也好，我要把你们这些祭灵人都打败。在你眼里，我和那个姓卢的一样讨厌吗？讨厌！我还真是个不称职的哥哥。你不是我哥哥，弟弟，别叫我弟弟。姓卢的说的没有错，罗刹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我要为小柔姐姐报仇！没有力量的人，在这里只能被践踏。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懦夫！只有真正的强者，才配说守护罗刹界。你说过要夺回罗刹界，你说过要夺回我们的家。你爱弟弟吗？爱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你爱我们，爱我们的家。我们在守护的是爱，这就是责任。爱，就是责任。所以，你会守护弟弟的，对吧？对。守护罗刹界，不是你的责任，而是我一个人的。
今天，我们就要夺回罗刹街，遵命。夺回我们的家。哦，把这些杂碎全部杀光。哦，来啊！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回人界？切！想要一个人做英雄吗？你休想！啊！身体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。居然搞得这么狼狈。不过，至少弟弟是安全的。该死！有灵力很了不起吗？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我已经很强了，我可以保护自己，我可以打败敌人，我可以打败你。你倒是出来啊！你给我出来啊！我答应过爸爸，要守护罗刹街，守护我们的家，守护我的弟弟。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倒！你不能倒下！只有我才可以打倒你！你给我等着！我一定要回罗刹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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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主公，该死，还是不行！你倒是出来啊！弟弟，你不能倒下，只有我可以打倒你。干得漂亮！报告将军，另一个小鬼找不到了。我们明天再去找，一定能。小鬼，说吧，你弟弟在哪儿？说。少爷，我来吧。你们既然已经逃走了，这一次就不该回来。对，回来就是找死啊！必须回来！我答应过爸爸。够了！你爸妈已经死了，罗刹街现在有新的秩序，这里是我的天下。你已经亲眼看到罗刹街如今的模样了啊！怎么还不死心？这个世界需要的是进化和改变。如今的罗刹街变得更强了呀，你难道不觉得开心吗？过不了多久，这些胆小鬼们也可以变成真正的强者。这里不分善恶，也不需要和平，只有力量和欲望才是一切。
了，把他带过来。你想再见你弟弟一面吗？我劝你，最好快点说出来，这样也许你还能活着见他一面。否则，被我抓住，你可能连个渣都捡不到。你弟弟他很安全，你们在罗刹街绝对找不到他。罗刹街找不到？你们刚刚是在哪里抓住这个小鬼的？是在入口的结界处。小鬼就是小鬼，白痴的可笑。你以为你把它藏得很好吗？罗刹街里找不到，那就到人界去找。少爷，亡灵是不允许进入人界的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？合不合规矩，鬼才知道。而在罗刹街，鬼都听我的。什么都没有，是幻觉吗？不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全风，有敌人！是鬼兵，又消失了。鬼兵应该是不会出入镇魂街的，一定是姓卢的家伙把他们放出来的。为了抓我，他也是够拼的。不过，哼，正合我意。这些鬼兵可以带我穿过结界。想要打死我吗？可没那么简单。只要想办法掌握他们的行踪。啊，有了！哼，看你还往哪藏！林怀志还真麻烦。这林怀之果然名不虚传，现在的我力量恐怕上升了不止100倍。等抓来另一个小鬼，我要好好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强大。少爷，你已经教训过他们了，何必赶尽杀绝？你好像很关心他们。不敢，我只是觉得他们还是孩子，有点可怜。可怜？燕青，曾经的我们有人可怜吗？从我明白这个道理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发誓，这个世界教会我的，总有一天我要交还给整个世界。禀告将军，那小鬼回来了。终于抓回来了。不是。什么意思？不跟你们玩了，还有正经事要办。
竟然……这该死的小鬼！弟弟，在被我打败之前，你不许倒下！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很快就好了。这是还刻了个新的。是啊，小的要出生了，给大的也做个新的。怎么样？好看。还记得当初告诉他要当哥哥的时候，他那兴奋的样子。才一转眼，弟弟就要出生了，哥哥也长大了不少。他会是个好哥哥。一定会的。希望他们能手足同心，一起守护罗刹界。喂，别给我在地上装死！弟弟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能打败你的人只有我，在那之前，你给我撑住！太有意思了，狂妄的小鬼！你以为你能顺利来到山顶是因为你很强？那是因为我刚才还没玩过瘾，所以留给你一个机会，万一你能回来，我就可以接着玩了。果然，你没让我失望。少在那里自以为是，等我打败你，看你还能啰嗦什么！年轻，不用插手。弟弟，以一个普通人来说，能和我过上几招，你算是强的。何况你还只是个小鬼，能拼到这种程度，的确值得称赞。可惜，你只是个普通人，不可能打得过纪灵人。加上我吃了灵怀之，灵力大增，连你哥哥都能轻松打倒。所以，在你选择回来的时候，就等于选择了死亡。弟弟，你快醒醒！你没事吧？还以为能玩得尽兴，可惜弟弟，普通人类太弱了。有点失望。弟弟，搞得我都不想再调教你们了。切，真啰嗦！弟弟，居然没死！你们纪灵人怎么都那么爱说废话？臭小鬼，你并不是所有纪灵人都像他那样，别来碍手碍脚的。这可是我打倒你们这些纪灵人的好机会，真是不省心！好不容易把你送回人界，你又跑回来给我添乱，我可没让你送我！固执！行了，你们这两个碍眼的家伙！什么吃了灵怀之就力量大增？不过如此吗？你爸妈没教过你们，不断的自大是要付出代价的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的爸妈已经死了，什么战斗、报仇、回家，通通都是废话。你们真的以为会喊几句口号就变强了？说过多少次，这个世界只有力量才是唯一的真理，强者为王。我就是这里的王！我最讨厌你们这些纪灵人了，总以为有了力量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就可以控制一切。你们不就是比普通人多了一个守护灵吗？有什么好拽的？拥有天赋，却用它去做坏事，伤害别人。你这样的人才是弱者，你们纪灵人都弱爆了！弟弟，弱者？你倒是说说看，现在谁才是弱者？你就是你！我一定会打倒你，打倒你们这些纪灵人！打倒纪灵人？我倒是想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既然你这么想证明自己，
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里就有一个祭灵人，杀掉他，你就能证明你是对的。怎么，舍不得？你不是要打倒所有祭灵人吗？你刚才的嚣张气哪儿去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不用听我的，你会自己动手。少爷，您是打算？是啊，这是按规矩办事。灵域规定，进入镇魂阶的凡人都要被消除记忆。消除记忆？没错，用灵力切除大脑神经元，让你忘记所有和哥哥相关的事情，除了你对他的恨意。不要！不过你放心，那些记忆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被灵力封印了而已。只要你杀掉他，我就帮你恢复那些记忆。我不要！你放开我！不要这么做！现在才求啊，太晚了。云姬！住手！好戏开始了。你是谁？弟弟。你是谁？真的不记得了。我只记得，好像发生过一些可怕的事情。有个声音在告诉我，你很讨厌，要打倒你。他是你的仇人，你特别的恨他。仇人？没错，恨到想要杀掉他。现在你终于有机会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他才是我们的敌人。我？你根本就不认识我，对吧？这件事要解释起来很麻烦的，所以不如现在就拿起这把刀，杀掉这里你最讨厌的那个人。别听他的！你真的有这么恨我吗？你醒过来啊！太好玩了！你别再挣扎了，这些事不是你我所能左右的。醒醒，快醒过来啊！没想到这个小鬼还能这么猛。主公，还没死啊？可真是够顽强。燕青，可不要让他坏了我的好戏，杀了他！你别再挣扎了，没用的。停下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时局已定，你又何必苦苦坚持？你我同为守护灵，各为其主，只需尽人臣之责，不必多言。我敬佩你的忠义，只可惜跟错了主人。燕青，少爷乃卢家后裔，燕青愿誓死追随。末将于禁，愿为曹家世代赴汤蹈火。你快停下！
快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你快停下！主公，结束了。属下无能。来吧，让我看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的。怎么不动了？他是你的仇人，你很恨他的。的确，我恨他，想要杀掉他。那就动手杀了他呀！可是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我要流眼泪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为什么我要流眼泪？你是谁？我是你哥哥。哥哥？可我不记得我有过哥哥。我下不去手，为什么控制不了我的身体？因为我们是兄弟啊。哥哥？是啊，我是你哥哥。可是我明明那么恨你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就算你恨我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啊。我想不起来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主公，弟弟，不要怕，好好看看我，我是哥哥啊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一直跟我闹脾气，说没有我这样的哥哥，你却很努力地和我一起修炼。你还记得吗？当我从死魂岛回来时，你那么坚强，说你一直保护小柔姐姐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在大桥下用垃圾拼凑的家具搭起来的那个家。想起来了吧？过去的那一切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。你以前哭闹的时候，只要牵住我的手，就会安静下来。就和从前一样。你真的是我哥哥？是啊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我哥哥了，也很久没有牵过我的手了，弟弟。哥，主公。恭喜你，杀掉了一个祭灵人，实现了你的愿望。不用谢。主公，不要再挣扎了，你的灵力已经开始随着你主人的生命消失。为什么？不怪你。为什么心里好痛？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都记不起来，但是心里还是好痛。勇敢起来，
不要哭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想在回忆里找到你，但我的回忆全是黑暗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你不要死，我不想一个人。你接着跟我说呀，那个河边上的家，小柔姐姐，还有我们的修炼，我不要我的回忆里全是黑暗。闭上眼，别害怕黑点。这首歌我听过。会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学会勇敢。哥哥，原谅我，没能保护好你。这辈子我没能当一个好哥哥。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你来当哥哥。我不恨你，你不要死，哥哥，太吵了，别哭了！我让你闭嘴呀！死了还这么吵，我成全你！少爷，这是哪儿来的灵力？难道说？不可能啊！这小子根本就不是机灵人，怎么会有灵力呢？应该说，他并不是普通的机灵人。啊？什么意思？难怪少主从小没有灵力，原来是这百年难遇的特殊体质，让人无法察觉。雾神躯，果然是继承了大魏的血脉。雾神躯，那是什么？机灵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守护灵，但也只能有一个。而传说中，有一种体质能拥有多个守护灵，而且只要灵力足够强大，拥有五神躯的机灵人可以同时召唤多个守护灵。不可能！凭什么？这不公平！公平？你杀主公的时候，何曾想到过公平？废话那么多，你怎么还没死啊？哼，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再死一次又有何妨？属下无能，未能保护好主公。但若是能让少主活下去，也算没有辜负主公给我的第一个使命。就让你这无耻之徒亲眼看看地狱的风景。我愿以所剩全部灵力作为献祭，解开封印，曹家霸气，十殿阎罗，醉将于尽，恭迎我大魏守护之力。原来这力量竟是诸位将军，真乃天佑少主。于禁，没想到释放我们的居然是你！你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解开这封印，难道是已经找到了可以继承丞相意志的曹家后人了吗？就是此人，拥有五神躯的曹家后裔。
既是曹公后裔，我许褚自当追随。许褚，你的决定未免太过草率。不错，那孩子只是个娃娃，就算是曹家后代，如果没有继承丞相的雄心壮志，我等亦不会决心跟随。诸位将军，我追随主公这些年，也见证了少主的成长。闻则愚钝，始终以为少主仅乃一介凡夫，但仅凭一身血肉，少主也展现出了枭雄之相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我于今已经无法再战斗，恳请将军们保护着大魏的火苗。我于今没有遗憾了。于将军，你牺牲自己来释放我们，这份意志由我虎师为你继承下去。没办法，就先依附在这小鬼身上。有言在先，我们是不是丞相的后裔？倘若是个鼠目寸光的家伙，老夫第一个把他废了。神去，这是作弊，这是耍赖！眼睛，少爷，你不要过来！你这样打赢我，算什么本事？别再过来了！尽管命运抛弃了我，时间与我的光芒会照亮的时对天的生的死，在从前的我，忘记了所有。
青，为什么要逃啊？杀回去！我才是镇魂将，我可是灵域委派的。少爷，我们已经败了。没有，怎么可以就这样轻言放弃呢？叶青，去打败他！收手吧，再这样强行战斗下去，会魂飞魄散的。叶青，快站起来，别听他的。恕我直言，你的灵力已经所剩无几了。那个姓卢的不行了，别这么没用啊！打呀！你能行的，叶青。你难道就这么想寻死吗？不用怕他，我们还有军队，罗刹街是我们的地盘。你们还傻愣着干嘛？快去帮忙啊！你们要干嘛？要造反吗？叶青，叶青，除了会笑燕青，你还会干嘛？真是反了你们了，干得漂亮！燕青，你怎么了，燕青？燕青，你这种滥用灵力的家伙，不配做他的主人。他的灵力已经耗尽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燕青，不会的，燕青，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，燕青，燕青，我终于当上镇魂将了。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受别人欺负了。叶青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为何还要留他的性命？他所犯下的罪孽，用一条命是还不清的。你们都是谁啊？都反了吗？啊！怎么敢在我的面前随便走来走去？哎，你站住！我可是这条街的镇魂将。哪儿来的？疯了吧？弄他！叶青，叶青！主公，已经过去7天了。这里是镇魂街，是人死后亡灵居住的地方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是，
嗨，虚竹，认罪的。等一下，我可是灵域委派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曹彦斌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是来和你做一笔交易的。去死魂岛？这里原本就是你们曹家世代守护的，只要你完成死魂岛的修炼，就能成为罗刹阶的镇魂将。这个东西给你。将军链，这可是代表镇魂将身份的东西。我是亡灵，按照御灵使的规定，那又怎么样？从现在开始，罗刹阶你说了算。从小你就想成为罗刹阶的镇魂将，不是吗？夏玲，我们走吧。我等你回来。怎么了？好了，别哭了。嗯。挥动着的手守护谁的誓言，吹风而起，行过万水千山，却看不见也找不到有你的时间。我一直在等待，忍着梦，忍着心，等你回来。心中留下来的空白，是沧海桑田的无奈，是谁在我脑海，一直哭，一直笑，一直在坦白。忏悔曾经的那些话，都是谎言，放手吧。Say goodbye。你长得比我都高了。我说过，如果有下辈子，你来做哥哥。从现在开始，该我叫你哥哥了。我一直在等待，等着梦，等着心，等你回来。心中留下来的空白，是沧海桑田的无奈，是谁在我脑海，一直哭，一直笑，一直在坦白。忏悔曾经的那些话，都是谎言，放手吧，Just say goodbye。等我回来。